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2月初1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昨暝深更伫咧国道1号上北巨山这站发生严重的车祸，车顶一对母仔囝不幸过身。国民党有立委顶日伫外交部起卡动手，外交部讲，还有一个同仁嘛，互人糟蹋有着，决定要告这民意代表。世界反禁药的组织昨表决通过讲，要针对俄罗斯7国禁止参加国际运动比赛，连续4档。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昨暝深更3点外，伫咧国道1号，就是中山高速公路上北巨山这站，发生一站真严重的车祸。一个姓欧的司机驶货柜车，车顶佫载某囝，煞无注意对头前的大台车撞落去，规台货柜车火烧，车顶的负责人甲幼囡仔拢不幸来惨死。伫个国道烧弄了后，规头骹拢是碎片，两台大车拢做火，后壁这台货车车头导火烧起来，驾驶因某甲一岁外的查某囝掉伫车内，被护照不幸死亡。后车是那个货柜车因为不明因撞击前面的那个半零的街车，它撞到后，那导致那个车头起火，起火致发生那2名乘客就被烧死了。那驾驶敢若是因为无下安全带，飞出车外口受重伤，送去南口登记病院，目前插管治疗。目前已经知影这姓欧驾驶是个体户。他不是员工，他那个是个体户的，他是承包我们的工作在跑的。他是个体户，所以他自己是老板，他会来看看说这里有没有工作，那里有没有工作的。这件车祸发生伫半暝3点半，姓欧驾驶载某囝为台中出发，要送回到南口，经过国道1号北向40多公里，撞到头前由姓郭驾驶驶连个车，引发火烧车，造成2个人死亡，1人受伤。事故发生，佮造成车胎17公里。中方伫8点12分摆渡，开放全线通车。向弄到的姓郭驾驶佮姓欧驾驶2个人拢无酒精反应。车祸发生原因，该单警方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台北市林森北路路边有一间店面，是人卸落去咧服晒4面笔。前2日才去互人放火，连带影响甲楼顶500外个住户。警方昨掠到2个嫌疑犯，因经讲是和这间4面笔的庙公有长底，才会做出这款事态。透早因乡人也已经互法院裁决收押了。火对店的烧出来，烧到4间店面甲1台机车。初一早起向放火林森4面笔翻天分声，楼顶500外大户，第一时间向紧急疏散。暗过也受4个人有淡薄摔到受伤。是火烧到汽车轮胎爆炸声，3、4分钟就警报响，然后有人说失火了。为监视器画面看到，穿红衫的男子伫发生火灾了后，毋但无斗3工拍火，佮摕手机伫现场4个翕。原来这男子就是叫别人泼汽油放火，势力主嫌。他变装之后去拿了这个手提的这个汽油桶，进入到409这个四面火里面，那就纵火。就是全罩安全帽，然后穿雨衣。开钱找4地男子泼汽油放火，伫还完了后，双方各伫街头付现金。警方怀疑，敢若是势力主嫌甲庙公有纠纷才放火。暗过无排除任何可能，目前当地调查幕后是毋是有其他原因。初10透早2点，台北医经过审理，认定2个人有逃亡串口嘅可能，裁定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顶礼拜5咱有报讲，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去到外交部抗议，说好有立法委员出手甲查某警察的帽仔线落落去的代志。早起外交部讲，因内底另外还有一个同仁嘛去互人糟蹋有着。唔只外交部会去告迄6个国民党的议员和立委，唔过人点到名的立委詹明忠担嘛讲，要甲外交部吴钊燮部长告翻头。初6迄天，外交部的门口头前，国民党立委甲议员争做伙，继续来辱优惠路网军的事件。毋过，事尾逼出立委陈其民对查某警察动手甲背包的代志引起争议。了后，外交部经过查证甲了解，发现另外一个基层人员嘛受到欺言，还有集体侵犯，强调讲袂阁吞论，决定要提告。对本部的1名基层的同仁施予言语的暴力跟肢体的暴力，严重伤害同仁的尊严。并造成他的身心的伤害，类此行为于法不容。外交部基于维护法治以及捍卫我们同仁的权益，
我们同仁的尊严这样的一个立场，我们决定正式的向警政机关提出告发。包括国民党立委张明忠、林德福、陈其民，还有议员林金杰、施宏典、甲张曙光，拢去外交部点名要提告。外交部表示，事前敢若收到国民党要冲击去外交部的消息，根本就无收到陈情批，袂当吞论用陈情的名义，伫咧公家机关的场合宣传造势。啊，毋过立委张明忠嘛回应讲，陈情当天有500的经历，外交部毋才有喊。我们都还没有告他，他竟然还要反告我们，这个外交部啊，真是超级夸张。我们也准备好了，我们今天就会告发吴钊燮，他下令诸位警在推进过程当中伤害了我们多位委员。外交部表示，部内常常有国际贵宾来访问，若是变做选举表演的场合，社会公务人员绝对袂当接受。啊，毋过南亚立委嘛认为讲，已经照国会正式的系统来通知外交部，佮加上陈情原本就无一定爱用书面，即马外交部要提告，国民党嘛袂安尼就准煞。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进前人讲，或者卡神的杨惠如，因为去互检察官认定伊招募网军放假消息，才来将伊起诉。但民进党敢会家己的党籍开除掉？中昼12点，台北市党部已经召开执行委员会，要讨论这条案。啊，杜永泰党主席是讲，一切照党章行，尊重市党部的判断。杨惠如是属于台北市党部的党员，依照我们的党章跟程序，由台北市党部来了解他的所有的行为，我们再由台北市党部来做处理。在中央基本上我们会尊重地方党部的程序跟了解。杜永泰早起去甲立法委员参选人黄昭雄助选的时表示讲，杨惠如党员的身份属伫咧台北市党部管辖下底，当然是照党章由市党部落去处理。当中照讲，定就是会尊重地方党部的判断。另外，杜永泰阁强调讲，总统拼连任，国会拼过半是民进党2项主要的目标。伊嘛讲，目前的国会内底，党团协商的制度是有通互一寡小党伸骹出手。民进党嘛望讲，别日和小党会当较接合作的。但即阵阁有消息表讲，杨惠如牵涉到用不实的收据，头尾甲政府领9000多万的补助，啊，中人就是蔡碧如。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勔是保会讲，蔡碧如不晓有够力，中央和地方拢会通啦。另外，台湾民众党敢会去宣传讲，即届若选了歹，4党后郭文勔要拼，就无啥希望咧。郭市长本人是讲，选战有影愈来愈歹拍，就要设法经复过。卡神由惠如的艺术公司去互逼出用举办台湾网球公开赛的机会，骗政府的补助金超过9000万。即马传出伫咧中牵高矮的人，就是台北市政府的顾问蔡碧如。对这件代志，郭文勔采插接受访问的时阵，并无认同这个讲法。不是说牵线是蔡碧如的，太夸大了吧？这个谁太夸大？第一点哦，蔡碧如还可以去协调中央哦，我还以为他行政秘书长啊。蔡碧如最近的争议不断，网络专栏作家陆志俊查到，唔若讲郭文勔伫咧政治上上界大的错误，就是动用蔡碧如。即阵也阁讲蔡碧如对宋楚瑜无礼貌的行为，是地书桂瓜王第三势力无法度整合的主要原因。瓜宋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因此产生变化，也阁较引起注意。蔡碧如跟宋楚瑜闹什么关系？这条听起来怪怪的。不要太夸大一个人的角色啊，就是他就是一个秘书，就这样。2020压力愈战愈烈，小党也想要出头，民众党画出3党无过半的口号，希望加做国会上大的第三势力。即阵传出要打造郭文勔特别消灭的形象，希望支持郭文勔的人会使站出来救民众党的选情。因为毕竟2022到2024，如果那个能量也要想一想看，有什么那个能量撑过去。我真的是选得很差，一下任那就等于就空间就很狭窄嘛，会困难度会变高啊。啊，那时代力量的立委吴国昌加熬玉备案，互人叫做是吹票机。郭文勔搁一概强调，吴国昌应该爱排伫咧时代力量不分区的头一位。伊搁较笑讲，一个社会有加熬玉备案的影响，是因为这个社会无正常，应该爱以建立一个无备案的政府为目标才是。记者阿敏珍、王德新台北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讲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顶日伊有先大讲，因查某囝会互网络抹黑，爱本人会互人抹黄，这就是攻击伊第三粒炸弹。结果即马证实讲，一张咧甲韩国瑜抹黄造假的相片，是伊的支持者家己做手的。
蔡英文总统早起就讲，那韩先生的阵营将南山抹黑、抹黄这款工课，拢要塞给政府绩效，这是会造成选民的误解哦。 Diplomacy training program in receiving this year's Asia Democracy. 将人权奖颁予国际 NGO 团体人民外交培训计划，表示对人权运动发展的打拼。总统蔡英文没办法代受警察勋章，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执行长葛秋曼，不过选战越来越竞争。对韩国瑜讲，造假韩冰向网络抹黑是有心，家己向抹黄，所用证实抹黄的相片是韩粉所做，蔡总统嘛真有感觉。 有些事情可以马上理清，但是有些事情确实要花点时间，或者是很难理清。韩市长那边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政府或者是我们这边哈，这样老实讲其实是不负责任，也误导我们的选民。对于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批评民进党政府敢想为口头支持香港抗争，互人想讲是用香港人会来换台湾人的选票。 蔡总统澄清，绝对不是利用，卖自我警示。对手韩国瑜车在无现庭，则透早伫面册批评蔡英文用4成时间走现庭，嘛口水登去。当市长的时候请长假，可是他请假以后，现在做候选人又常常请假，那我们也不禁的怀疑，就是说他对他自己的角色跟责任的认知是不是足够？ 安那立法院长苏家全的办公室主任张嘉玲，向讲是杨惠如的好朋友，佮斗3工超代志。苏家全无继续回应，电到蔡总统强调，家己熟悉张嘉玲。我觉得卡城的这个事件啊，已经过度了啊，那也不要再无限上纲了。国民党质疑说，那个主任是杨惠如的门神呢，您怎么看？谢谢你。 另外，针对总统大选辩论，韩定也提出由公司3地媒体斗阵主办。不过，蔡总统表示，对任何方式辩论，伊拢认真甲严肃面对。这件代志不应该政治操作，希望有意思举办媒体互相讨论，整合办理。记者综合报道。 那军拼选举的脚步有影是愈来愈紧。先来讲，国民党副总统的候选人张善政，伊继续咧攻击民进党，批评民进党讲抗中保台这样有影，分明就是咧保蔡英文啦。啊，另外韩国瑜本身嘛伫网络批评讲，蔡英文是为着选举才咧利用香港的话题。阁有拄则发布要担当韩国瑜总部主任委员的朱立伦，早起嘛有含吴敦义主席会面，互相打合意见。咱来看卖。 请闭眼，天黑请闭眼，下架民进党，下架民进党。话口号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车站佮批评民进党选举抹黑，讲抗中不是保台，是保总统蔡英文。这个民进党就好像是老鼠党，就是一窝非常有组织的老鼠，在这边吃香喝辣，很会吃，很会吃，很会抹黑。其实抗中不是护台，抗中不是保台，抗中是保蔡英文。 上阵对手批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嘛，伫咧面册批评蔡英文，甲香港当作换选票的工具。因为韩国瑜质疑蔡英文公务时间拢咧走选举的行程，蔡英文要求爱公布资料的来源，韩定也嘛反击。我们直接从总统府公布的公开行程里面去找的，他用总统府的国家资源去宣传公布他的行程。11月的80几个行程里面，就有4成通通都是在公庙。辛苦了，你接了重任了。 除了联手对外对内蓝营嘛继续整合，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和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会面，朱立伦当面要求党部竞总2合1，发挥上悬的战力，佮邀请吴敦义担任竞总的营务主委。不过南亚执政县市的首长敢会接地方的竞总主委，表示保留。我们已经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15个执政县市尊重各县市长，用各县市长来领军辅选。新北市长侯友宜敢要接竞总的主委，朱立伦无正面回应。针对选战的布局，洪质疑是替选后咧考虑。朱立伦讲，即马目前敢为着要胜选，任何个人拢袂当自私自利，强调南亚爱大团结，拼2020胜选。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世界人权日，台湾人权促进会这个团体进前有针对蓝绿两党1月日提出一个甲人权有牵连的问题来要问。 但照台湾会统计起来，韩国瑜这边是完全唔爱回答，蔡英文总统这边嘛无及格。尤其因阁批评，目前民进党立法委员虽然占多数，不过伫咧人权法案这方面表现是无够好。
2020总统大选只剩30多天，台湾人权促进会为今年8月开始，针对国民党甲民进党2位总统候选人，甲各政党提出人权政策，每个月一问。这个月提问居住权、集会游行权、甲国际人权公约，选伫12月70世界人权日这一天公布。结果总统撰文只得到2.5分，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3题全部拢无回答。很遗憾的就是这个韩国瑜的总统候选人，以及他们的竞选团队，并没有要针对所有的这些人权问题来表示他们的立场哈，所以是0分。我们的2位总统候选人在人权的法案以及人权相关的政策上面的立场跟态度，其实都是不及格的哈。所以很抱歉，我们了解之后再回复，谢谢。台权会强调，撰文虽然有回答这3个议题，不过对集会游行权的部分，只是重新讲一遍上基本的自由法违反公正公约第71条，所以不需修正，无解释任何期间的修法进度。现行的集会游行法，它违反了公正公约第21条以及宪法第14条。不过很可惜的，身为一个执政党，他们却没有办法在国会也是多数的情况之下，拿出具体的表现。那现在主要协商卡住的地方是对禁止区的管理，包括这个总统府啦，包括医院啦。那我们从许可制改为报备制，这个方向已经很确定了。这个部分是国民党反对嘛？另外，政党部分，台湾会肯定绿党时代力量加社会民主党对所有议题拢真认真以对，积极回答，总评拢有6分以上。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新历12月70是世界人权日，这就是要纪念1948年联合国通过国际人权宣言第这一日。原因就是世间有人发动战争，有人甚至会用暴行、起骹动手拍人，无论是国家的力量，还是真侪危害人族群方面、宗教方面的伤害。这拢是不应当发生的，所以每一个人，人类袂输敢若一个大家庭，人的人权拢爱顾着。1948年通过这部国际人权宣言，造成今仔日12月70的世界人权日。国政也想到日本时代，都有人出来伫咧争取台湾人的人权，其中人讲有做走街仔先，台湾汉诗名作家。台湾新闻学一个足重要的头人赖和先生，伊捌写过一首诗，叫做《五人》。五人毋是咧讲敬五人，是咧讲咱即款人，怎样？头尾8句，国政来讲，互你做参考一下。头前4句讲：吾有吉祥恐浮名，只言修作马牛声。世间未虚悬存在，勇士当为义道正。头前。见面偌好写讲，郁郁吉祥。我生活中，就是再三伫咧烦恼讲，会违背人对我称呼的名声，所以我日子过了是真郁闷。原因就是，阮是人呢，咱毋是马，毋是牛即款生存呢。世间绝对无用阮权，但遮即个权，解说就是说强权，无用阮强权的存在。有勇气的人，身为勇士。该当都爱为正义出面来斗争。搁落去，偌好的诗句写讲：一体有情何贵贱？大千界不闻声。灵苗上自无尽顶，又敢以为上太平。这就是运用佛家的道理，讲一体有情，世间有情的众生，乃原来有的贵，有的贱，那亲像是无公平。对啦，大千三宝世界，真侪人咧化艰苦，拢是佛祖，拢是慈悲的佛祖，听袂到的声音。所以偌好，讲世间发伫咧山内宝贵的千年草，嘛是无平等的。咱敢讲，甲人讲应付的，以为上太平。我毋敢讲迄个太平话啦，因为现代咱来看出去，就是苦难的世界啦。来。国政简单，搁来读一摆，互你做参考。这首偌好的五人，讲吾有吉祥恐浮名，只言修作马牛声。世间未虚悬存在，勇士当为义道正。一体有情何贵贱？大千界不闻声。
灵苗常驻无近顶，有感以为上太平。讲到争取人权，咱来讲香港礼拜日的游行有几十万人行上街路。早起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是讲，政府尊重市民游行的权利，香港的人权甲自由，这嘛是世界公认的。尤其讲到恁的五大诉求，政府是已经甲冲突的起因这部逃犯条例隆重撤回。剩下别项有一寡是违背法治的原则，都要慎重处理，无法度逐项拢让步啦。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七日出席行政会议进前，针对民阵发起的礼拜日大游行，显示香港社会并无如港府所讲的点点大多数。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尊重市民游行的权利，香港的人权自由也受到公认。不过也谴责示威者动怒放火甲破坏商店。对示威者五大訴求，林鄭月娥依然無全讓步。希望能夠做到一個令市民都感受到我哋係有誠意嘅回應。最直接嘅回應就係將引起呢次風暴嘅逃犯條例咧係收返。也批評有政客到海外對港府提出無實在指控，唱衰香港。被問到建制派地區議會選舉大敗收場，林鄭月娥承認甲港府有直接關係。進前伊承諾甲市民對話，不過自從9月舉行對話會了後，都無消息。特區政府咧係一如既往，會係全力維護香港市民享有嘅人權同埋自由。呢啲人權同埋自由係受到基本法嘅保障。香港示威抗爭依然在繼續，甚至拖到後園。到即馬有差不多6000人被抓，其中有將近40%是學生，超過300間中學的中學生。林鄭月娥指出，進前有學生甲老師被抓，連續示威衝突已經影響學生家長的安危，因為有關部門要嚴肅處理。記者綜合報道。在地上大條，咱先來講高雄市。高雄市毒品防治局去年正月成立，尤其佮2年前所設的毒品防治事務基金會互相配合。韓國瑜市長嘛捌講，這2個單位是對抗毒品的能力拳頭母。不過當有消息表講，這個毒品防治基金會已經3月1日無法匯集予新勞，財務上但是欠用400幾萬。在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大概欠了3個月的這個薪水。那原則上，當然大概所有的這個所欠的這個錢，大概有將近400多萬。我們會開董事會跟地檢署再做這一個檢討。那必要的時候，如果有重複的這一個狀況，我們會來處理。高雄市政府證實講，基金會下底有將近20個員工，包含近來3個月月級、個半月年尾獎金，還有行政事務費，計共400幾萬，攏也無法度發落。因為這個基金會是民間捐款獨立的運作，若無特別的狀況，毒品防治局嘛未來介入。過來，市政府嘛檢討這個團體運作的功能。咱來講彰化一笪建築的工地。拍算是因為要挖地下室，地下水抽了過頭，影響到四邊一寡人家厝，地面推價起規平，攏總牽連到45戶。尤其這個建商案4檔外前開始動工到今，已經予縣政府下令停工5擺。即陣受到拖累一寡厝邊就真不滿，出面指責建商是真無負責任。甲水桶平放喺地板頂懸，唔免塞，水桶就會家己練叮當。因為徛架嘅地板已經出現歪錯，彰化市嘅一位大樓建築工地，敢若因為超抽地下水，結果造成周邊徛架嘅厝出現問題。唔是壁出現壁痕，無就是規個塌落去。但是建商一拖就是幾啊年，受災住戶攏相當的生氣。就來塗骹，你只要你把迄個水桶給塗骹，它就往工地這邊滾動，但是有傾斜，它自然滾動，你不用推它，就滾到後面來。整個瓷磚，那個花崗石啊，它就裂開了。前面是裂開，梁柱給裂開，後面也是很嚴重的，那整個都下陷凹下去了，現在向後面的傾斜去了。受災住戶表示，有人厝內底地板逼出關節落差，甚至規個門檻出現一連的大壁痕，每工攏要煩惱厝的綁起。這個建案為2015年10月開始動工，但是已經4度被停工，嘛4度復工，最近又閣被第5屆停工。統計受災住戶達到45戶，建築工地一透早一看到媒體的採訪，馬上就把鐵門關起來。現在是停工中，我們會請那個建築師出具安全鑑定報告，
如果安全无虞的话，我们才会同意他复工。如果他取得使用执照，就是必须要先跟受损户达到和解如果没有和解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发使用执照。彰化县府表示，进前会阁同意复工，是因为结构鉴定了后无安全的疑虑。不过每届复工了后，又阁会出现新的损害。这届会请受灾户家己找结构技师来鉴定，嘛要求建商要尽到修理补强的责任。若是无达成和解，将袂合法使用执照。记者彰化报道。咱彰化看完来看云林，云林县政府甲中央争取16亿，要建设北港镇废水的排水系统。目前头一阶段的工事已经互厂商冒去半冬不过北港镇公所施工的路权算唔准。公所这边是讲施工的经过的路面，担架拢只是2冬才空的，望县府公所和厂商3方面先打合好势，才袂互顶面拢误会讲公所哪会不时都咧污路。云林北港地区早期因为无设废水的排水系统，民生废水拢直接排入溪仔底，可能会去影响到河川的水质甲生活环境卫生的状况。为着要改善这个问题，云林县政府向中央争取16亿的经费，希望讲会当来做废水的排水工程。不过目前第一期已经发包半冬，所以拢还未来施工。对，就是水有2种嘛，一种就是比较有污染的水，下水道那种水，然后它分开的话会比较好。公所也因为本来他反对的意见是怕说道路刚铺好，这样做的话，可能民众对政府部门的观感会不佳云林县政府表示，为着要改善北港都市计划主体生活环境，县政府向中央争取16亿的经费，要来起废水的排水系统。不过照规定发包已经超过半冬，厂商无路权无法度施工，已经符合中止契约的条件，经费可能会去予中央营建署来收回去。所以我们工程的立场，在支持这一个污水下水道工程施作之余呢，也希望能够兼顾我们相关规定，就我们自治条例里面的规定。跟对民众的影响，还有就是，依据这个时程，应该跟我们县政府、跟我们施作单位能够取得一个协调跟一个平衡。对这个代志，北港镇公所表示，根据县内污路的管理治理条例规定，县内3年内底停铺过的道路，袂当搁乌开来施工。不过废水的排水系统道路的规划，真侪车路拢是伫咧这2年以来才停铺过的。希望县政府甲包商会当针对工程的进度路段做更较好的规划，避免引起民众的感觉不好，甚至是会来质疑公所内不三时拢伫污路。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看一桩刑事案件。今年6月14日，台南柳营发生一桩刑警大队的侦查组去互人开枪，拍到正手的手骨，尾手送医不治来过身的案件。台南地方法院早起宣判讲，犯案这个姓梅的某人，以杀人和非法持有枪炮这2条罪，判决有期徒19冬过2个月。这条案是还阁会当上诉的。今年6月14日所发生的台南杀警案，被告梅文辉伫台南柳营一间练官场开枪打到台南刑事侦查组刘三营，造成刘三营流血过节死亡。台南地院今仔日宣布宣判暗杀人罪和违法持有枪炮管理条例，判刑19年2个月。梅文辉犯非法持有可发射子弹具有杀伤力之枪之罪，处有期徒刑4年6月。又犯杀人罪，处有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部分应执行有期徒刑19年2月。检方调查48岁梅文辉正就和刘三营有纠纷。6月14日，双方约伫咧练官场谈判，搁去冤家。梅文辉不满，结果害死人。梅文辉开庭的时解说是因为刘三营的口气受歹，原本只是要甲吓惊，事实上并无杀人的意思。不过，下议庭认为，被告伫离被害人真近的所在开枪，而且现场证人拢有看到被害人的正手着枪流血。虽然无搁继续开枪，也是未当证明当时梅文辉不是挑工杀人。本院合议庭认为，被告先前已有2次枪炮前科，能在购买枪炮而持有之，严重危及社会治安。且被告知悉被害人为1名警员，能携带枪弹赴约，漠视国家法纪，不仅剥夺被害人生命，造成家属伤痛，亦引起社会大众相当程度之不安，犯罪所生之损害极为重大。
这个案件引起社会大众注意，今日一审宣判了，会使上诉加二审。另外，刘三英的家属也是无人到现场听审。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咱来讲顶日啊，南投中寮有民众发觉讲，徛假的鸡条去互山鸟，啊，就是石虎弄入去。为着要保护石虎，当南投县政府和林务局有配合，已经开始试办对石虎较优先对待奖励计划，开放予农民佮民间团体来申请，奖励金上计有10万块。啊，目前嘛有的农民种植已经较无咧饲药啊，就是要来互石虎更较好的生活环境咧。好现的石虎囝米伫农舍的厝顶和壁的芳，虽然看到人接近，毋过只是警戒金金看，发出叫声威胁莫挖近。研究人员判断石虎囝可能受伤。他这样的话，可以，等一下，等他自己走。研究人员用真侪时间，总算甲石虎囝抓落来。详细看，虽然无明显的外伤，毋过后骹若像伫找食的过程当中受伤，小可摆骹。南投中寮的农民前几日伫咧家舍发现这只石虎囝，第一时间无甲赶走，等到是赶紧通报予研究人员。因为我有去参加申诉队有上过4点钟所以讲我看接成就好我再甲翕上起来。他躲在这边，当然是一个我们过去也没有这样的记录的资料，所以我们才会比较怀疑说会不会有受伤，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地省中心人员甲这只石虎囝带回去治疗了后，会采原地野放。因为南投中寮和直接拢是浅山的地区，嘛是石虎重要的栖地。为着友善石虎，当地居民除了推行友善政策，嘛自主成立巡守队，敢若伫中寮都有7队，大大看出保育的成效。知道师傅很高兴啊，想说这个地方的环境多年来我一直都不用农药，不用除草剂，尽量把环境保持得非常自然，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各种生物都有。翕到的民众讲，一礼拜前家舍佫互石虎撞入去，毋过用红外线相机翕到的画面显示石虎的保育看出效果。南投县府配合林务局试办友善石虎奖励，嘛有127个农民提出无要用杀草剂的友善农地，面积有166公顷，希望互石虎佫较好的栖息环境，降低对生态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新德县的五峰和尖石，因为海拔超过1400公尺，种出来高山茶嘛真出名。不过近来气候真反常，高山茶产量有较减。当在地农会就开始要求茶农出品的时阵，拢得爱附台湾农产品追溯来源的 QR code， 这就是要保证品质，保证讲咱买到的新德的高山茶拢是真本真料上改赞的。会当看到画面内底茶农长得满地，这是海拔1400公尺的新德县尖石乡的部落。因为有特别的环境甲气候，这个所在出产的高山茶，互真侪人拢真介意。虽往今年受到气候不正常的关系，产量比往年搁较少，不过品质也是无去受到影响。茶叶本身可以从3季，比如说春茶、秋茶、冬茶，那对产业上气候上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在我们那边还没有什么影响，可能只有在冬天吧。冬天有时候要接近春天的那个时候。另外，为着要控管茶米的品质，新德县农会要求茶农必须要附产品的 QR code， 互民众敢若需要用手机翕来查，就当看到产地甲茶农的相关资料。我们的每个茶农在缴茶的时候呢，必须要减负他的那个 QR code， 也就是我们的溯源农产品的溯源。另外呢，它必须要符合我们的农药管制，还有我们的食品安全卫生管制法等等规定。像我家是种有机的部分，有机茶的部分那 QR code 他们就很在意因为他们像生产履历一些，你每一天工作的像日记那些，他们客户都要看的，对。新德县五峰乡甲尖石乡种茶米的面积超是80公顷，前几冬风台霜断尖石乡部落真侪水蜜桃甲高丽菜等等的菜色果子，原住民才开始改种这个地树，经过真侪冬的打拼，即马总算得到辛苦的回报。记者综合报道。财经上界新，咱来看11月，咱台湾出口方面的贸易表现愈来愈好，出口的金额爬起来到285亿过5000万的美金，这也是13个月以来上新的高点。不过财政部是估计讲，今年出口整体性的表现依然还是倒落，规年度出口的增加率按算是会落1%。美中贸易战冲击到全球经济，不过台湾却颠倒出现转单的效应，佮加上最近台商回流已经超过158间台商倒来台湾投资，投资金额已经超过7000亿。11月份的出口表现总算是拄好的反红的，结束负成长。
到第四季转为正成长，意味着我们的出口是走出隧道，转为小幅的上升。财政部公布11月份的出口金额有285.8亿美金，创自几年以来同月日第2高的纪录，比去年成长3.3%，年增率兑付的转正，创这13个月以来上好的。美中贸易战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厂商呢产线移转回来台湾，从台湾出口。那此外就是说新兴科技的一个发酵跟应用，种种这些因素让我们11月的这个出口表现是恢复到正成长。不过2019年全年的出口年增率，财政部预计也是负成长，是负1.61%。整个全球的景气并不看好，那加上欧洲开始又要对美国征收数位税，全球的各国的贸易障碍会影响到整个出口，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学者分析，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表现可能会当破2.5%。不过业者认为讲，跟那电子业的出口成长，传统产业机械业者、工具机等等的产业出口也是负成长。佮加上美中贸易战不确定的因素还未消除，在咧全球经济变慢的状况之下，明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无啥乐观。不过也是有可能维持同款，或者是大大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网络的5G 的频道，今日开始接来厂商来标。底标是300亿的新台票。目前5间电信业的大公司拢开始准备要竞争了。外界嘛拢估计讲，为着要抢管理业者的下动力，安尼生敢会连带影响到手机啊网络的费用。主管机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是讲，旧卡旧来吧，总是厂商来定价，政府是会尽量尊重。5G 呢，今天的频谱开始拍卖开始啊。早起出席5G 应用论坛 ，NCC 代理主委宣布5G 竞标正式开始，有5大电信业者、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湾团、亚太台湾之星参加竞标。头一波小红接照 ，NCC 放出1800 MHz、3.5G Hz、28G Hz 3个频段。第一阶段划价是频宽数量，大家拢有10回合竞标，预计2礼拜会当结束。抢看出黄金频段的3.5G Hz 竞争激烈。伫竞标头一天第一回合，暂时的得标金就超过250亿是上悬。国际经营来看，应该是3.5G 这一块是非常最激烈的一块，当然是价值最高的。5G 的传输速度比4G 近超过10倍，亲像是登录1点钟4K 影片，4G 差不多要用1分半钟，5G 较无10秒钟。未来会当应用伫超过位置的影像传播、车联绑定智慧服务。5G 建设跟台湾电信未来真有关系。很多这个未来的想象空间非常大哈，包括自动驾驶、远距医疗，还有8K 的这种影音等等。不过保健5G 一定要增加真侪基地台，对人体健康有记录。NCC 指出，密度会比即马加3到4倍以上，会甲环保署合作防治风险。若外界预计，5G 指出，一间电信业者一年差不多爱开100亿，未来资费安怎定，嘛是一大考验。大家都在讲嘛，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好几家这个至少有3家到几家的这个业者，如果未来不要到5G频谱去商转的话，他必须面临竞争的问题，所以它的资费的定必须去符合，比如说合理而且具有竞争性的这种情况。NCC 强调，资费原则上是上下机制，未来还是尊重业者的定价策略甲方案。5G 市场完成了后，预计明年的下半年开始上转。记者综合报道。网络5G 的进步，第一就是来看收度。虽然近来3冬来到台北市观光游览的人客一冬有较减，不过业界嘛是真看好遐自由行的旅客。而且按去年到单，台北市内敢若新开幕的旅馆就有30间，其中22间，佫拢是安排做商务旅馆的用途。闹热所在，人客入去大的比例普遍的，嘛拢有超过80%。台北火车站附近的中庆南路，插头成为上路一条街，一透早就未少国际旅客退房准备吹佚佗。看准附近机场接运，坐代替高铁拢真方便。陆续业者拢咧投资来抢自由行旅客。这个地方我们住呢还挺干净，还挺安静，所以足够了。They provide Wi-Fi. Yes, it's comfortable. 经过商用不动产业者统计，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台北市新开幕的旅宿到30间，新增加1553间的客房，其中22间拢是较俗家的商旅形态。尽管台北市旅客为2016年以来连续3年拢是负成长，不过业者依然看好自由行商机。
这伫个车站或者是捷运站附近上路，房价为1000到3500，大房表现也拢袂歹。陆客不来的这个议题，对于观光旅馆的经营者，特别是商旅的经营者，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我们所知道，其实蛮多的商旅业者，特别是他们在这种主要的区域，像西门町、台北车站啊，或者是说一些主要路段上的商旅业者，他们平时的住房率可能都还可以到8成到9成。目前已经业者以月租计销250万，所以西门町精华地段4层楼啊，未来会加入商旅占据。旅游市场也在观察，这一波俗价上旅流行，恐惊也将冲击传统饭店，让市场重新洗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教育问题，为着要赶紧处理学校内底无适合国家册遐的老师有办法通好行，今年5月立法院通过教师法的修正案，不过目一个年到达7个月，新改好的法律实施的日期煞唔知。早起就有几落个家长团体去到教育部申请。要求卡部爱较赶紧的，才袂放咧，互遐无适任的老师继续有空棒通分两。因为无欢喜家长来参观上课，就甲学生锁伫咧教室内底。新北市某一间国校11月份佫发生老师管教无妥当的状况。普师人教师评审机制冗冗长长，到教育局，包括教育部，都是最后一个知道。学校无法度处理，或者是无想要处理无适任的老师。家长团体原本期待教师法修正案今年5月7日3读通过了后，会当有一寡改变。啊，毋过7个月已经过去啊，要是共款无消无息。关键就在校长的身上，校长要不要启动这个教评会的机制？但是坦白说，非常多的校园里面都一直在等待，然后家长们投诉无门。家长团体建议讲，上无爱互启动定数，无适任教师资讯会当公开部分先14。教育部是回应讲，为着避免争议，配套方式全部拢爱对得着才会使，无可能分阶段来14这个部分。母法里面确实像如您所说，刚才就是可能有哪一些东西是1/2以上、1/2以下。那至于1/2这个1/2以上以下，其他的成员代表。这一块，你可能要校长、家长多少人这一块，可能大家还需要寻求一点共识。教评会外部委员组成，专心会外聘合作的聘约，代志牵涉到家长、教师、学校等等的团体。教育部是承认讲复杂度是较悬，也搁伫找共识。目前14项处罚已经有9项办理预告，还有法规的审理，希望讲上班会当伫明年6月份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讲农民关心的代志。往来设客，这是台湾的外销其中一项主要的轨迹。虽然目前往来设客多数拢销中国，不过考虑到风险问题，农委会陈添秀副主委早起嘛去到台东，甲农民宣布讲，过来设客嘛会配合新南向政策，要销东南亚。伊个因讲中政府会补助冰毒的设备和行销广告这方面的经费。但年有超过1万多个设客外销，大部分9成以上拢是拄台东来的。过去是以往来设客外销上济，啊，毋过因为即马技术变好，大目设客嘛会当外销啊。啊，毋过今年当地采收的大目设客价销煞变歹。以往这时候的价钱，收购价钱都蛮高的，而今年的收购价钱几乎一半再低一点。因为设客外销上主要是以中国市场为主，啊，毋过农委会考虑到高一个市场可能会带来外销的风险。农委会表示，明年会开发新加坡、印尼、文莱等等新南向的市场。副主委陈添秀7日特别来台东宣布这项政策给农民，希望能够把这个市场方面能够再分散一点，然后当然能够再扩大，这个也是我们的目的。希望政府在这部分能够用更多的资源，能够来帮我们打这个通路。农民甲台东县政府拢向农委会表达，要成功外销，需要解决冷链的技术、运费，还有农药检疫等等的问题。陈添秀表示，农委会会做伙6日起新南向整体行销的计划内底，替农民来解决，包括拓展市场方面的行销这一些经费，甚至于冷链技术方面都会投入。农委会表示，今年11月份到明年4月份会试办设客新南向外销，若是正式来推出，袂去影响到目前外销中国的通路，卖考虑补贴农民外销中国的行销费用。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咧拍拼，地方嘛真骨力。咱来看屏东雾台乡公所近来推出告白旅游的行程，水上活动设计了是刺激佮好耍，就是望讲大家若要过船来雾台，嘛比较花莲的秀姑峦溪袂较歹佚佗哦。咱来看卖。
若想要过牌啊，唔干那会使去花莲。即马屏东雾台乡嘛推出过牌啊体验，对北爱寮溪新山大出发，经过下雾台到国川河段，会当选择坐游水壳啊，也是徛咧个船欣赏山川的美景。部落的族人看见这样的一个状况，认为这个区块它是可以规划到整个永续利用、合法、安全、专业。乡长杜正杰表示，雾台乡有真侪丰富的自然资源，公所最近和过牌仔的专业团队合作，开始试营运，同时嘛进行在地族人的导览解说，以及和过牌仔相关的专业培训，希望未来会当交予族人家己来经营管理。这一次的泛舟是我们从下神山到出古川这里，那这个地方是目前的水量跟天气比较稳定，所以我们的专业团队才选择这一块。随望体验过牌仔刺激又搁好耍，不过安全也是真重要。体验者爱穿防寒衣、救生衣、爬溪鞋和安全帽。规个活动自环境介绍到结束，差不多是2点钟。过程可能会拄到错漏、弄到石头冰船等等的挑战。欢迎介意水上活动的朋友会使同齐来体验，享受水上活动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布袋戏无论果派也是五洲派，本基地拢是伫咧云林。毋则有人讲云林就是布袋戏的故乡。啊，理论的义县国校，咱嘛成立布袋戏的社团。咱来看囡仔人戏红啊，讲口碑真有办，佮摕到云林小金钟奖的肯定。回乡小将保特瓶顺利入完回球场内底。学生囡仔伫台顶搬布袋戏，毋那戏红仔人家真熟手，口碑嘛讲甲真认同。这是宜伦乡义县国小布袋戏社团，因的表演结合环保理念，教大家爱安怎正确做资源回收，得到小金奖奖的肯定。我控制机器，然后手要按那个音效。谢谢老师帮我们准备东西，布袋戏变得比较精彩，不能乱丢垃圾。然后要爱护我们河川。云关是布袋戏的故乡，义县国小成立布袋戏社团，传承文化，互囡仔更加了解在地。学校毋但训练学生人戏红仔的技术，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更加教囡仔学做人做事的态度。这个内容啊，除了环保这个意识要加强以外，就是要忠孝节义。有时候跟一些同业的去学校包括大学、高中、国中小学都是演绎出那个论孝道、反毒叫小朋友绝对不要去要远离毒品。义县国小布袋戏社团头尾超过5档，学生拍拼练习人戏红仔搬布袋戏，毋但增加能力甲自信，囡仔更加认捌故乡的景，甲布袋戏的文化甲精神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讲世界反对禁药的组织，昨表决通过讲，因为俄罗斯这国的地地歹，刷来4档要全面禁止因参加国际比赛，包含明年的东京奥运、3档后的冬季奥运，还有世界杯的卡球赛，俄罗斯拢袂当搁派选手去参加了。世界环境和组织初到伫瑞士洛桑国际奥会总部会议，各国表决拢同意对俄罗斯处全面禁赛4年。这嘛代表俄罗斯袂当参加2020东京奥运、2022北京冬奥，甚至2022卡达世界卡球赛。The decision is designed to punish the guilty parties and send the message that it will not be tolerated. It stands strong against those who cheated the system while protecting those who did not. 未来4年的重大国际比赛，俄罗斯的运动员袂当代表国家参赛。俄罗斯强禁止新国旗、演奏国歌，政府官员袂当出席，甚至无得主办申办重大的国际比赛。敢有会当证明家己无禁药条文的俄罗斯选手，才当用独立运动员身份参赛。Сегодняшнее решение ВАДА, в общем, принесло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е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е. Конечно, мы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мальчишки и девчонки, которые мечтали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Олимпийских играх, которые тренировались,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ведут спортивную борьбу, будут также наказаны вот этим вот решением за счет чьих-то ошибок.
俄罗斯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时爆发肌肉跳盆强竞赛，168运动员在2018年南韩平昌冬奥以独立运动员身份参赛。俄罗斯电竞协会在2015年告叫世界环境组织指控涉嫌系统性的使用禁药。今年初因为怀疑俄罗斯偷改药检数字，我大启动调查，最后宣布无合规定，处禁赛4年。Поэтому, вы знаете, еще раз, нужно измен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изменить подходы. Другого пути н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нужно дать нашим спортсменам жить полноценной спортивной жизнью. Хватит кошмарить спорт. 俄罗斯有21天的时间，会当用瑞士体育仲裁法庭上诉，若是上诉失败，4年，俄罗斯运动员会当代表国家出赛，到2020的欧洲国家杯卡球赛，因为欧洲卡球不是大型的国际运动组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纽西兰出名的风景地区北岛的火山，昨熊熊爆发。迄当阵伫咧北岛顶头，按算是有50个人。火山一个爆炸，一时间就算长5个人来牺牲。纽西兰政府嘛讲，北岛顶头可能是已经拢无外口了。游客看到火山爆发，叫大家紧走。纽西兰北岛东部外海的北岛火山，当地初九下晡2点11分熊熊喷发。观光客陆地影像会当看到岛上线白烟一直喷出火山火甲水汽，互大家拢惊到。警方证实，迄当时岛上差不多50个人，上无5个人不幸罹难，31个人受伤，各8人下落不明。因为岛上真势危险，救援人员无到顶岛寻求看甲协助。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车站闭关表示，直升机来回吹过了后，岛上可能无人活落来。However, it is now clear that there were 2 groups on the island: those who were able to be evacuated, and those who were close to the eruption. As police set out last night, the Police Eagle helicopter, rescue helicopter and NZDF aircraft have undertaken a number of aerial reconnaissance flights over the island since the eruption. No signs of life have been seen at any point. 阿尔登嘛指出，受伤的人有生命危险，因大部分是为纽西兰、澳洲、中国、英国甲马来西亚来游客。对外界这期，伫北岛火山可能爆发情况，为怎样允许游客登岛？纽西兰政府回应，北岛火山活动真歹预测，会寻求专家建议，目前也是救人第一。另外，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当地初九嘛喷发。画面上会当看到岩浆一直喷出，埃特纳火山常常喷发，不过真少造成灾情，这摆嘛无造成灾情。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北欧的国家芬兰出现有史以来第3个女性的领导人，正就是今年才34岁，本地咧担当交通部长这个职务的新总理马林，伊也是现主是全世界上届少年领导人。今年34岁马林原本担任芬兰的交通部长，想不到前总理林娜因为处理邮政罢工，惹出讲白菜的风波，引发联合执政的中间党不满，和林娜伫顶礼拜日请辞。不过中间党无要推动各一摆大选，上大党社民党决定改选党主席提名新总理，结果马林以32比29票打败党内对手。也就是担任国会党团主席林特曼，国家暗算马林会伫拜二通过国会表决，变芬兰历史上也是全球目前上少年总理。芬兰联合内阁5个政党领导人拢是女性，其中3个人年岁拢伫35岁以下。这立场是中间偏倒，半年前才上台联合政府，伫林娜请辞了后，表态继续合作推动脱中和等政策。马林表示，伫中间信任方面，有真侪工作要做。马林的家庭背景特别，是同性恋的双亲家庭。27岁就做故乡坦佩雷市议长，了后伊的政治路就一直真顺。目前伊嘛是一个囡仔妈妈。马林表示，家己毋捌考虑过年岁甲性别，加关心行政治路的初衷，敢若赢到选民的信任。芬兰到年底之前，也是后边的轮值主席国。马林若是通过任免，第一个对外任务都是伫10日去布鲁塞尔参加后边的领袖峰会。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工课怎安排？气温的变化，互阮来报你知。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8度到2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
19度到25度。台南、高雄、屏东21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20度到26度。金马、澎湖15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